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Winnie 啊，今日又嚟到東莞介紹另一間嘅新酒店俾大家知。咁呢間就係尼羅河酒店。咁呢度係房外邊嘅環境。OK， 好，今次係住623號房。咁帶大家 room tour 一下，睇下喜唔喜歡呢間房先。好啦，一入嚟啦。洗手間，佢嘅洗手間都幾大嘅，咁風筒啦、body lotion 啦，應有嘅用品都有啦。一個大嘅鏡俾你照下你個樣貌，夠唔夠出眾？一個大鏡啦，毛巾啦 ，toilet 就係呢邊嘅洗手間，手揸花灑。頭灑、洗頭水、沐浴露、護髮素。好啦，咁個櫃呢係冇嘢嘅，入邊衣架冇浴袍啊嚇，2支蒸餾水 free 嘅，茶包下邊係冇雪櫃嘅。好，呢個位置係等行李啦。櫃啦，一個細電視啦，書台，呢度係用分體式冷氣嘅，咁熱同凍都會好 OK 好多。即係如果天氣冷嘅，你可以較暖氣；天氣熱嘅可以較凍啲嘅冷氣咁樣啦。咁有2張凳啦。好，今次又係大床房喎，係啦。咁個環境就係咁。好，咁呢間房呢，喺 TripTop 襟度訂呢，大床房265蚊，265蚊。酒店價格有升有跌，當你去訂嗰陣時，可能貴啲，亦可能平啲，咁睇下個彩數如何啦。好，希望你喜歡 Winnie 嘅介紹，訂閱多啲 ，share 俾多啲朋友，仲有係點讚多啲，就會令到 Winnie 可以拍多啲片俾大家睇㗎啦。咁希望你哋鍾意 Winnie 嘅介紹啦，多謝大家，多謝，拜拜。